今仔日是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，要代表民进党选总统的赖清德表示，若是接受中国的九二共识甲一中原则，咱就会互人消灭，一定爱守护民主。那代表国民党的侯友宜嘛强调，会用性命来顾台湾的安全，无想要看到台湾发生战争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、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初次透早到南投德山参加地图节活动，为招待环民众抢日间翕相签名，随即伊个赶去草屯参加南投县信赖自由会成立大会，为149个分会长受证。2024团结一致。赖清德表示，民进党伫9合1选举大败了后，南投乡亲愿意伫了后立委补选，互民进党机会，伊真感激。礼拜日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，伊认为保护中华民国方法爱正确。咱一定爱坚持民主自由的制度，上关键的方式，就是爱确保咱本身的主权。 维护中华民国的存在，但是方法爱对。赖清德强调，若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，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。侯友宜动算，侯友宜动算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礼拜日下晡参加嘉义同乡会总会，嘉义人支持家己人，团结挺侯友宜大会。伊强调爱用性命顾中华民国，顾台湾的安全，无想要看到台湾发生战争。咱无爱看到咱后一收，因为两岸的问题、国际问题，互咱台湾佫行入战争的时代。咱这代拍拼的拢无，后一代一定倒退路。 侯友宜表示，即马台湾是需要安全，毋是需要战争的时阵。啊，毋过看到执政党兵凶战危，互台海出现正大危机，对赖清德爆发出伫家己要赢侯友宜10万票，身为家己人的侯友宜讲，赖清德是笨鸡龟，一定会顺利当选总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